好，我今日咧將會咧解答幾個咧常見嘅乾眼問題嘅，我哋先睇一睇。OK， 好，咁咧好多人問啦，究竟高眼治療咧要做幾多次咧先至有效？咁其實咧就係好取決於你係咧醫緊咩病症嘅。如果你醫緊一啲急性嘅病症，例如係一個潛水病啦，或者係一個一氧化碳中毒咧，咁其實咧高眼治療就唔需要做好多次嘅。有譬如潛水病為例啦，因為輕微嘅潛水病咧，有機會咧就係做一次高眼治療咧就已經可以咧醫好㗎啦咁樣嚇。咁但係如果譬如呢個一氧化碳中毒啦，喺呢個咧醫學嘅文獻上咧，亦都係咧建議做大概3次嘅高眼治療咧，就係可以有效咧咁樣咧就將呢個嘅呢個一氧化碳中毒導致嘅神經線後遺症咧，可以係去除咯咁嘅情況。咁但係如果譬如你做一啲比較慢性啲嘅病症，例如一啲慢性嘅糖尿傷口啊，或者一啲復康性嘅情況，例如一啲神經修復、一啲復康嘅治療咧，咁咧好多時喺高眼治療咧就要做好多次啦。咁咧就其實最少可能都要做10次啦，甚至20次，甚至係更多嘅次數。咁咧都要睇下佢進展嘅情況而定嘅咁樣。咁同埋都要睇下佢究竟咧本身嗰個復康或者個受傷嘅情況係咩原因導致啦？譬如有啲咧情況係一個電療導致嘅一啲傷口咧，或者一啲神經線嘅受傷咧，可能就要做比較多次嘅高眼治療咧，先至係可以咧完全或者係大部分嘅康復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個都好要靠究竟一個有經驗嘅醫生啊同埋護士咧去睇住你嘅進度啦。好。咁咧亦都好多人問咧，究竟我點知我嗰個高眼瘡究竟係要去到咩壓力先對我係有用咧？咁樣，因為我之前都講過係有唔同嘅壓力啦，咁樣。咁確實嘅，高眼治療咧係唔同嘅壓力咧對身體係有唔同嘅作用嘅。咁我哋都就唔係話一定越高越好㗎。有陣時咧你太多嘅壓力或者太多嘅氧氣咧係會好容易導致呢個咧氧氣中毒嘅。咁樣氧氣中毒係一個都你話係咪好危險？又唔係屬於好危險，但係咧都幾嚇人嘅，因為咧係會全身可能抽筋咁嘅情況。咁一啲嚴重嘅氧氣中毒，譬如例如肺部嘅氧氣中毒咧，甚至係會影響個肺功能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好小心，究竟去調校係用幾多嘅壓力啊，幾多嘅氧氣啊，去幫助我哋病人佢嘅情況咯，咁樣。咁所以究竟你係需要幾多壓力、幾多氧氣先可以幫助你嘅情況咧？你一定要問翻一個咧係對高眼治療係好熟悉嘅一個醫生嘅意見咧，先至係可以做到一個判斷嘅。好啦，最後呢個問題咧就係關於咧，我喺一個倉裏邊，究竟個倉入邊係多人倉啊、單人倉啊，有冇咩分別咧？咁樣嗱，其實咧個接受嘅治療咧就冇乜咩大嘅分別嘅，只不過係咧嗰個唔同嘅，即係我哋嗰個容器咧去放你入去咧，究竟係個咩種類容器嘅啫。咁但係咧，我哋要留意啦，多人倉咧通常咧就係用呢個空氣嚟加壓嘅，咁一般咧就係相對安全啲嘅。單人倉咧有好多外國嘅單人倉咧係用氧氣加壓嘅，咁咧嗰個危險性係會高啲嘅咁樣嚇。咁所以你究竟係單人倉定雙人倉唔係一個重要嘅問題。你如果去做高眼治療，一定要問一問嗰個倉咧係用咩氣體去加壓先得，你先至可以了解到咧自己咧面對呢嗰個危險性咁樣樣。咁如果係一個真係用一個單人倉係用氧氣加壓單人倉咧，你係必須要咧係要跟足咧所有嘅防火規矩啊、防火嘅指引咧去做呢個治療嘅。如果萬一有啲咩閃失咧，就非常之危險啦咁樣啊。咁同埋咧，如果你係譬如一個多人倉嘅情況之下咧，如果譬如你喺裏邊有啲咩不適啊，或者你需要人幫助嘅時候咧，其實咧亦都好多時可以係有邀人入咗去幫你嘅。咁但係如果單人倉咧，因為你自己一個人喺裏邊啦，咁當然你一定係可以同出邊溝通得到嘅。咁但係咧，譬如如果要出嚟啦，咁喺可能出嚟嘅時候咧，都要等大概可能1至2分鐘啊，或者2至3分鐘先慢慢出到嚟咯，咁樣啊。咁所以你做治療之前咧，一定要係非常之清晰自己用緊啲咩儀器去做，咁同埋一定要問清楚一個你附近嘅醫護人員啦，一定要有經驗嘅醫護人員咧，唔同嘅情況發生之下，你應該係點處理啦。好，我哋今日先解答呢3個問題，之後再同大家傾。拜拜。